醫療界生理鹽水運動，醫療職場連結院牧，推動全人醫治實踐。1月16號，醫療界生理鹽水運動喺播道會恩福堂舉辦2026醫療傳愛音樂佈道會，現場接近300人參與，其中包括醫療界別人員、病人及其家屬。佈道會主題為世上最好的，由同心圓敬拜使團領帶敬拜，總幹事霍志鵬分享信息，並且有非洲宣教士黃佩賢分享見證。生理鹽水運動於4年前，由4個醫療職場服侍團體連同香港醫院院牧事工共同推動，每年舉辦1次佈道會、培靈會以及訓練計劃。主辦單位香港基督徒醫生網絡嘅蕭軒醫生 Albert 以及香港基督徒醫療團契 Alvin 醫生喺採訪中談及全人醫治理念及喺香港醫療界嘅實踐，並且指出院牧事工嘅參與係香港推動生理鹽水運動嘅一大特色。一個全人醫治就係講緊一個身心社靈，即係整體嘅裏面，我哋即係透過祈禱啦，再加埋，所以我哋好想帶出咧就係、其實科學實證咧，同埋喺屬靈裏面神嘅工作咧，係同等嘅重要嘅。香港院牧服侍咧，我去過唔同地方聽咧，係好 unique，差唔多每間醫院都有。譬如內地咧，佢就唔可以咁叫院牧，佢都有啲信仰背景嘅義工，咁但係唔係周圍都有。期望透過生理鹽水運動推動醫療職場嘅轉化，以及延伸至其他職場領域嘅共同參與。